今日朝早喺呢個จู朗嘅聖公會嗰處講道，咁我講呢篇道嘅時候，我都心怯怯，因為咧唔知有幾多人聽到我講嘢，聽到我講啲乜嘢咁樣，咁咧我就睇住啲人眼大大個，眼成日眼碌住我，咁有啲擔心啊。後來結束之後咧，有個英文堂一個會友嚟，佢講話我受英文教育㗎，你可唔可以嚟英文堂講啊？呢篇道對我哋好有幫助，好得到鼓勵喎。咁我真係同佢講，我唔識講英文嘅，搞唔掂啊！用英文講到搞唔掂，講兩句hello就得㗎啦。咁咧，跟住咧就有一位弟兄同我講，佢喺中國嘅讀完大學嚟到新加坡，講話我哋大學嘅時候有讀呢一科㗎，有講呢一件事。哇，好啊！我哋今日俾個溫習一下。咁另一個咧又係一個即係大學畢業㗎啦，咁就係做研究工作嘅。如果話呢個我哋去舊年咧，我哋就用呢個嚟做研究嘅。所以今日要同我哋講就好特別咯。但唔知道點解你可以講呢件事同聖經有啲關係？哇，係啊，你可以繼續思想下。我覺得幾有意思啊！我覺得今日同大家思想嘅題目係學習活在永生之中。OK， 我哋嚟祈禱，天父將呢段時間交託，求你帶領我哋以後嘅時間，幫助我哋思考今日嘅題目，叫我哋在今日嘅題目當中有所認識學習。禱告奉耶穌基督名求，阿門。OK， 頭先咧要講嗰個圖片啊，主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呢句話取自傳道書3章11節嘅喎，因為咧上帝已經將永生放喺我哋嘅心入邊嘅。OK， 所以跟住落嚟咧，我哋睇咧就係今日讀嘅經文福音書嘅書咧，係提出永生呢個事嘅喎，要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啊！所以另一句話仲勁啊！呢句話就係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獨一的兒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滅亡。有一句詞一個字出嚟叫反得永生，反轉過嚟嘅意思喎，反得永生。喺中文字呢個反字咧，同今日嘅呢一個好關鍵嘅字咧係有關係嘅，咁我要特別強調啦。咁另外一句就係羅馬書咧，就係因為亞伯拉罕信了上帝，信咧就係今日嘅信息嘅其中嘅重點，信了上帝，這就算是他的義了。OK， 首先我哋要問咧，咩何為永生啊？咩叫永生咧？喺字句嚟睇咧係不難了解嘅，大家都明啊！你咩永生咪叫長生不老咯，係咪？青蔥永駐啦嚇，永遠不死啦嚇，萬古長生啦嚇，萬古長存啊嚇，永生不滅啊等等啊，大家都知道呢啲字嘅啊，但係咧不朽的immortal 永恆的 eternity 呢啲都係一個好清楚我哋認識嘅字句，但係真正要了解嘅時候咧，你發覺咧係不能夠嘅，係不能夠嘅，係唔得嘅喎，因為你冇辦法去了解。點解冇辦法了解咧？大家聽到呢句話咧，好重要嘅呢句話嘅，因為喺我哋嘅世間，喺我哋嘅世界入邊係冇永生，係冇永生呢個事幹嘅。OK， 所以我哋冇辦法去了解永生，呢個好重點啊，重要，好重要，重要啊！咁樣萬物咧有一個衰敗嘅呢一個定律啊，喺物理學家興起嘅時候咧可能幾百年前啦嚇，科學家就發現咗一個物理定律啊，呢個物理定律係叫做熱力嘅大義定律，叫做熵增加嘅增熵增定律entropy increase law。entropy 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字眼，熵一個火邊啊，火字邊係嘛？熵。如果大家有興趣咧，記住呢個字，翻去查一查。咁你發覺咧喺網上咧好多嘢係講呢個字嘅熵，但係喺日常生活入邊咧係冇用到嘅，係冇用到嘅。OK， 咁樣就係呢個熱力嘅呢個定律咧，就係指咧
在每一樣嘢咧，在一個情況之下係冇外來嘅影響。譬如講，我哋有一間房間冇嘢嘅，好乾淨嘅，咁我哋就將個門鎖住佢。3年之後打開條門，你發覺咩咧？滿地灰塵。嚇，點解我門冇開啊？全部封死㗎，點解會滿地灰塵嘅咧？點解咧？係因為熵增定律。OK， 所以有好多嘢，譬如講你開杯攞杯熱水啊，即係台面嗰時，然後你攞啲牛奶、煉奶都好啦，咁啊滗一羹落去，你發覺咧個牛奶慢慢入咗嗰個杯嗰時，係咪睇到個玻璃杯啊？入咗去，咁有部分咧係清水嚟嘅喎，一部分係奶嚟嘅喎，係咪啊？但係你行開咗冇幾耐，翻轉頭嘅時候，嗰啲奶咧就同啲水咧都變咗另一種嘢，就係乳白色嘅半透明嘅又用水溝稀咗嘅奶。佢點解會咁嘅咧？本來兩樣嘢嚟噶嘛，點解成為一樣嘅咧？點解會成為一樣咧？所以呢個就係個熵增定律啦。所以當冇外在嘅外力影響嘅時候咧，咁嗰個混亂個度咧就會一直增加，一直增加，一直增加，不斷嘅增加，增加到最後走向咧，從有秩序嘅呢邊係奶，呢邊係 coffee， 或者呢邊係奶，呢個係白滾水，變咗咧，最後咧佢就混亂喺埋一齊，從有序走向無序，叫做熵增定律。呢個過程係不能夠翻轉嘅。一塊玻璃杯唔小心碰到佢跌落地下，砰！我好中意個玻璃杯㗎，哇！佢由你灰咁啊飛翻上嚟，即係個台面佢就復原咗，有冇可能啊？冇㗎喎，佢係一定會玻璃杯個最後嘅結果就係咁嘅裂咗啦。所以呢個係你呢個過程入邊係一定不可退翻嚟嘅。咁樣熵咧就是事物衰敗嘅分解嘅普遍嘅趨勢。OK， 普遍嘅趨勢。如果你停一堂車咧喺嗰個地方咧，咁最後你將堂車揸咗，其他人走晒，嗰堂車擠嗰時咧，3年後、10年後，堂車就殘晒嘅喎。又可能啲嘢有嘢俾人偷咗個玻璃鏡啦，係嘛？或者等等。但係會自己會殘成咁嘅喎，點解會殘咧？點解會生鏽咧？你唔行會生鏽嘅咩？點解咁嘅咧？因為係熵增定律，呢個叫熵增啦。OK， 咁啊熵增咧係有基因熵，其實熵係存在好多地方㗎，包括原子啦、核子啦、熱力啦、動力啦等等啦，都有熵嘅。所以熵係成為一個後來成為好多東西嘅一致嘅研究嘅一個對象，同埋將佢擠入研究嘅其中一個程序入邊嘅基因熵咧，就係人類同埋生物與生俱來嘅基因，係生命中咧一定會面對死亡嘅，一定嘅，係唔會翻轉頭，一定嘅啊！如果我哋知道我哋嘅身體度冇某個部分或多或少有家庭嘅遺傳咧，咁咧你嘅身體咧啲遺傳係會傳落去嘅喎，叫做遺傳啊嘛，咁啊遺傳咗落去咯，係嘛？有啲咧就係糖尿病，上一代有糖尿病，下一代都有，個孫都有有個姊妹同我講咧，佢個家庭入邊咧有一種骨髓嘅問題佢之前你唔小心踢到咧，佢隻骨嗰啲個腳咧就斷咗噶啦，佢隻腳趾就斷咗噶啦。咁樣佢個遺傳咧去到個孫嗰時，年輕人嚟㗎，唔小心嗰隻手指就斷咗㗎啦，咁就要包住佢，俾佢復原。咁我咧就係、中國南部廣州嘅人嚟㗎嘛，咁啊南部廣州嗰時咧有18%嘅人咧係有一種遺傳病，係不能夠解釋嘅就係、身體係冇呢一個對呢、個B 型肝炎嘅抗力嘅。所以你同我打一字打針都冇用嘅，打啲抵抗針都冇用嘅，因為佢唔聽你支笛㗎啦。總之
所以冇得講嘅。醫生講話你唔使再打啦，嘥時間、嘥精神、嘥錢嘅，你冇㗎啦，你自己小心啲啦嚇。所以我哋好小心啊，所以到今日我都冇咩 B 型肝炎㗎啦，都好啦。OK，anyway，所以一代傳一代有呢個缺陷嘅喎，一代傳一代有呢個缺陷喎。咁呢個缺陷咧會喺呢個遺傳入邊，一代一代嚟，咁人類咪越嚟越衰殘咯。但唔係，就有一個修復嘅作用喺大自然界入邊，有一種修復嘅作用喺我哋身體入邊有個修復作用。邊個同我哋修復咧？係自然嘅或者唔自然嘅，你唔知道。但係總之咧，呢個修復作用咧叫做相減，所以有相減就對抗相增。OK， 大家睇下呢個相減同相增，因為呢個相減同相增嘅緣故咧，相減係秩序嘅建立，然後相增咧就要回復翻混沌，相減咧又翻秩序嘅修復，然後又去到回復混沌。OK。嗱，呢個字好重要嘅，點解咧？非常重要嘅，點解？因為科學家研究到呢個，發現呢件事之後，慢慢就聯想到一件好重要嘅嘢。呢個宇宙咧，冇可能係砰一聲發現嘅。所有嘅物件咧，所有嘅東西咧，所有嘅人啊、動物啊、樹木啊，係冇可能自然發生出嚟嘅。因為呢個樹同埋人同埋所有嘅物件都係有秩序嘅。有秩序成為一個樹，一棵榴蓮樹，有一日你種一棵榴蓮樹，第二日咧佢就結出菠蘿嚟，冇可能嘅喎。菠蘿唔會出榴蓮嘅喎，榴蓮又唔會出菠蘿嘅，會唔會啊？唔會喎。大樹菠蘿，點解榴蓮樹點解有大樹菠蘿嘅？點解咧？因為各從其類啊嘛，有秩序啊嘛，係咪啊？有秩序啊，所以呢個秩序係有秩序嘅，就因為有秩序就會慢慢變成無秩序啦。咁呢個叫相減到相增。所以邊個搞到呢個宇宙有相減咧？梗係有個創造者啦，梗係有一個計劃嘅人啦嚇，佢先至搞到呢個宇宙本來有秩序嘅。咁啊有咗秩序嘅，但係佢自己會行到冇秩序嘅，即是好似人一樣，最後咧就係塵歸塵，土歸土咯，嗰個真係混沌啦，係嘛？好自然嘅嚇，完全混沌啦。咁啊，科學家就研究出呢個 formula， 呢個方程式咧，計算到人類個基因點解會老咧？人會點解會老咧？查幾多 ICI， 查幾多 ICI， 佢都係有紋㗎啦嚇。查到好似妖精咁都唔得㗎啦嚇，係嘛？你點樣都唔得㗎啦，係嘛？你頭髮梳到幾靚都會有一日可能會光㗎啦，係嘛？呢啲冇得翻轉頭嘅，係咁㗎。因為點解？因為你個 DNA 係有秩序嘅，但係最後去演變到後咧係混亂嘅，混亂就嗰啲 DNA 全部搞唔掂啦，亂晒大龍啦，可能生 cancer 等等啦。呢個就係相增嘅結果。OK。所以我要對抗相增喎，咁就要相減啦。點樣叫對抗相增咧？人生要自律啊！咁啊人咧，我哋要需要有外部嘅力量喎，幫助我哋努力啲做嘢啦，自律啦，唔好咁樣啦，唔好忍要忍住啦，唔好係自己點樣就要點樣，唔好咁樣啦，搞事好多事幹啦咁樣。你要變都要維持，但係你冇維持嘅時候咧，就好似房間一樣，佢會變到退化。變爛變退化，因為你俾佢相增。所以如果你愛自律，就係要建立，就係設立，就係幫助自己建立好更好嘅程序。但係冇咗個程序之後咧，咪爛咯，冇所謂啦，係嘛？咁你就爛落去，個身體就好快就衰敗㗎啦，因為你係去咗相增嗰一邊。組織管理。有好多公司佢唔了解呢個題目，所以呢家呢個題目好重要，因為對好多組織公司乜嘢都好啦嚇，佢如果係個企業或者組織，如果不去追求創新，不開放自己，就會變得臃腫，變得僵化，效率就會慢慢低下，產生咩系統式相增。
所以只有相真，你係咩公司都好啦，因為你老化咗啊，你唔跟住時代行啊，慢慢呢個公司咧行舊步，越嚟越差，越嚟冇辦法發展落去，就因為你相真冇去到相減。所以對抗相真就要通過學習、鍛鍊、開放信息，帶出嘅實現咗呢個負相即係相減啊，就建立更有程序、更有新嘅程序去做一啲事幹。所以第一，創造，我哋從創造上帝嘅創造嚟思想永生。創世記好奇怪嘅，佢特別咁樣講：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地係空虛混沌嘅。我時常讀呢段經文，我都覺得嗰個混沌呢個字唔應該喺樹噶嘛。你講空虛就得嘅啦，空虛咧咁樣你再創造啲嘢出嚟，咁咪好靚啦，係咪？但係點解聖經會講到空虛混沌，而且上帝嘅靈咧運行在呢個水面上，個深淵咧係一片黑暗嘅喎？咁亦即是相真嘅最後結果啦。混沌就係相真嘅結果嘛。咁樣上帝就創造喎，使到樹木出嚟啊，有星星、有月亮、有太陽啊，或有時日啊、有時間啊等等咧，就係一種有程序，從一種混沌嘅無序中去變成有秩序、有日、有夜、有秩序，而創造咗天地萬物。就上帝嘅原本創造入邊，就係永恆嘅相滅啦。係本來係永恆嘅，咁好多時候就係因為咁嘅緣故，到人類始祖犯罪咗之後咧，咁就變成咧人類咧就被趕走咗去一個點解人唔得可以繼續生活喺伊甸園嘅？犯罪之後一定要趕走佢嘅，因為伊甸園係相減嘅地方，所以人一定要離開嗰度，因為佢已經犯咗罪啦，佢已經變成相真啦，所以佢一定要出去。呢個環境，呢個空間不能夠容許相爭嘅物質存在，所以一定要出去。所以物理學家嘅發現，就基本嘅物理學原則上咧，物嘅起源咧。起源咧，我哋知道 Big Bang Theory 就係 Big Bang Theory 就係講話一個大爆炸，砰喺一個點嗰處出現，所有嘅嘢出現啦，哇 DNA 啦，呢個氫原子啦、氮原子啊等等嘅其他中子混合起嚟，結果慢慢製造咗有機生物啦，又成為單細胞啦，然後慢慢變成馬騮變成人啦等等咁樣。其實科學家已經冇辦法相信呢件事㗎，因為喺基本嘅物理原則上，萬物嘅起源必定有正反物質，有正物質同埋反物質，呢個係必然嘅現象，一定要存在正反物質嘅，所以正物質，所以如果你用物理學嚟講咧，你就明白點解伊甸園入邊有棵咁嘅衰嘅樹叫做分別善惡樹啊嘛，因為佢一定係正反物質同時存在嘅，佢不能夠只存在一邊冇咗一邊嘅，係嘛？所以一定係一齊存在嘅。咁呢個係，但係目前到今日咧，我哋嘅世界，我哋呢個世界只有正物質，而正物質嘅正能量係呢個宇宙嘅基石，唔係地球啊，係成個宇宙都係咁樣嘅喎嚇。咁樣反物質咧就變咗假設之嘅物質，就假設係應該有個反物質㗎，係咪啊？如果有一日攞塊鏡，你行到個鏡嘅時一照，睇唔到你自己喎，點解冇咗我㗎？咁你行埋一邊，再行過嚟睇，又冇咗我㗎喎，有冇可能啊？你個鏡入邊梗係有另外一個㗎，入邊個鏡嗰個左手就係我右手啊嘛，我個右手，我哋個左手就係個右手啊，係咪啊？我個右眼就係個左眼啊嘛，再擰過去，再轉翻過嚟又唔見我喎，因為每一樣嘢都有正反面噶嘛，都冇咗個反面，
咁怪喎。OK， 所以咧，科學家咧喺宇宙中咧係找不到、揾唔到、完全揾唔到反物質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創造嘅奇怪啦。呢個世界變成呢個世界係一定有另一面噶嘛，係冇咗相干。咁啊，嗰啲只有科學家咧喺呢個實驗室入邊咧係測驗到有反粒子嘅作用。OK， 呢個反粒子咧就證明有負熵嘅存在啊。但可惜呢個斬咧只係一陣間就冇咗啦，佢不能夠存在喺呢個正物質嘅時代。所以任何科學家研究出發現咗反物質，首先就係點樣將個反物質攞起嚟俾你睇，因為你攞得起嘅裝去嘅地方都係乜嘢裝住佢嘅嘢都係正物質嘅嘢，正物質係不能夠容許反物質，反物質係不可容許正物質同時存在嘅。所以呢個變咗係科學家喺實驗室偶然可以發現嘅嘢，但係就冇咗噶啦。偶然再發現都係冇咗噶啦。所以喺南極，我哋地球有個地方叫南極嚇，好多雪嘅，凍到離晒譜嘅地方。咁好多科學家喺嗰度生活喎，佢升起嗰啲波仔咧，大個嘅咧係做咩咧？係收集反電子，即正物質就係反電子。反物質就係正電子，就收集正電子去證實呢個宇宙入邊係的確有反物質存在。到今日都係收緊啦。反粒子 particle，OK， 1956年美國嘅物理學家咧，歐文咧，佢曾經喺實驗室入邊已經發現咗反物質。而反物質照住通常粒子嘅結合形成咧一個反原子，而個反原子咧會構成物質嘅反物質啊！原來上帝創造伊甸園係一個反物質，所以始祖犯罪就要趕走佢咯，趕走離開，因為佢唔得存在喺一個反物質正電子嘅地方啊！呢個咧就係一個在你左手邊嗰個就係正物質但係正物質，點解再睇個圖？喺右邊嗰個咧就係反物質，所以呢個正物質同反物質嘅原子咧，其實你可以發覺係完全一樣嘅，即係反過嚟嘅。同埋你照一個鏡嗰時，睇到嗰個鏡嘅樣就係一樣。你嘅右手就係你嘅左手，就係佢嘅左手；你嘅左手就係鏡入邊嘅右手，反過嚟嘅。OK， 完全反過嚟嘅。咁咧，但係喺呢個叫做呢個係鋰電子嘅 Lepton， 呢個我哋通常知道依家好多電池都用呢個呢個物質啊 Lepton。呢個咧喺入邊咧，佢個 atom 啊，即係佢個原子嘅結構入邊咧，你睇到佢個 proton 即係原子咧係加嘅，但係咧佢個 electron 咧係 minus 嘅，聽到嘛？係 minus 啊，跟住嗰啲藍色嗰啲係 minus 嘅，然後嗰個橙色嗰個係中子neutron 係中子，然後跟住嚟嘅呢個 anti-lithium atom 咧入邊咧原子入邊咧係包括咗佢原有嘅呢個原子同埋中子，但係咧佢個電子係加，係嘛？所以呢個係兩個一樣嘅嘢，但係唔同嘅嘢喺入邊。OK， 所以正物質嘅世界就係我哋嘅世界，而我哋嘅世界係活在一個相真嘅世界中，也就是咧我哋呢個世界咧係一個衰退嘅世界，不斷嘅衰退，不斷嘅衰退。我哋必須勞力去對抗呢個相真，也就是講我哋勞力嘅活出永恆嘅生命出嚟，永生就係相減而甚至滅傷。OK。所以耶穌基督就係滅傷嘅，因為佢話死亡啊，保羅講嘅呢件事，佢話死亡啊，你的得勝權勢在哪裏？死亡啊，你嘅毒刺在哪裏？死亡嘅毒刺就是罪，罪嘅權勢就是律法。感謝上帝，他使我們藉着我們嘅主耶穌基督得勝。
喺呢段經文入邊咧，你發覺咩？你知唔知啊？你發覺咧，如果你注意呢段經文，你好注意呢段經文，你發覺相減同相爭咧喺處講咗出嚟啦。死亡就係相減相爭嘅結果。保羅講話死亡啊，你個毒刺在哪裡？呢個毒刺就係相爭。OK， 死亡個毒刺就是罪，所以罪就是相爭。OK， 罪個權勢是律法，因為相爭就係等於有秩序變咗冇秩序。嗰個車行到個紅燈嗰時應該要停嘅，叫做秩序。但係嗰個車衝紅燈，衝咗紅燈，即係反秩序咯，咁就罰款咯，係咪啊？所以咁點解你要反秩序咧？係因為你必然有機會反秩序嘅，所以就因為呢個事你就犯咗罪咯，犯法咯，係嘛？犯罪，所以罪個權勢就係律法，律法定你個罪。感謝上帝，藉著我們嘅主耶穌基督得勝，因為耶穌基督係滅傷嘅。OK。我哋也都對抗相爭，因為哥林多前書咁講，所以我親愛嘅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協力多作主工，因為你們知道，在主裏的勞苦不是徒然的。協力多做主工，就是對抗相爭。大家都活在世上，我哋係在相爭同相減中去掙扎。好多時候，今日我哋將屋企咧收拾到好靚，係嘛？地下掃乾淨。咁聽日喎，聽日嚟，咁你又是掃地下喎，又有灰塵嘅，係嘛？後日又是掃地下，都係有灰塵嘅，嚇。下個星期你抹乾淨嗰啲灰塵喺個電視上高啦，喺啲台上高啦。一個禮拜之後，你使唔使抹台啊？你都要抹喎。點解啊？因為你繼續努力去相減佢啊嘛，相減完之後，哇，掃完地、抹完嘢、沖完涼，咁你就沖涼啦。沖涼將啲垃圾嘢全部沖晒，垃圾全部掉晒，咁個環境就相減啦，相爭啦，明嘛？你係相減，環境相爭，係咪啊？耶穌就是永生，我哋認識獨一嘅真神，而且認識你所差來嘅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呢段經文唔係講信耶穌得永生，而是講耶穌就是永生。所以耶穌係永生。呢個世界上我哋開始去經驗呢個豐富嘅生命，係經歷呢個活在永生當中嘅生命。第二方面，從生活中去體驗永生。是否我哋能夠接受耶穌講嘅呢句話呢？要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都得永生喎。信他的人都得永生喎。呢個係咪只係一種理念啫呢？我哋冇辦法了解，因為喺世上係冇永生。咁但係人嘅心入邊係永遠存在呢個永生嘅盼望喎，對永生有所渴求同埋追求嘅喎。所以人類係對永生有感覺嘅，甚至西門彼得回答耶穌問佢嘅時候，西門講話：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跟從誰呢？呢個埃及嘅金字塔正是表明人類追求永生嘅渴望。雖然成為木乃伊係好難復活嘅，唔係好難復活，係冇可能復活嘅。咁如果係真係復活嘅時候咧，咁你都會好驚嘅，係嘛？媽咪 return。當我躺在呢個scanning 嘅呢個機器嘅上高嘅時候，我個禱告係咩？我話主啊，6個月10年對我講一樣嘅，冇所謂啦嚇。如果我真係患上癌症，咁我知道我多翻6個月 ，fine with me。但係如果我有10年，咁我再諗下應該點樣做啦，係嘛 ？OK。咁大家如果聽過我喺樂齡講過一篇道嘅，咁我個篇道嘅信息就好特別嘅，該怎麼辦？咁樣應該點樣算呢？無論我哋短又好，長又好，總有一日我哋要面對嘅，
但係我哋知道上帝已經賜俾我哋永生嘅生命啦。一代過嚟，一代又來，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我哋睇見小朋友長大啦，就發覺自己老了。我哋逃不過生老病死嘅規律。OK， 即使這樣，我哋都應該勇敢去面對呢一個日子。另一方面，我哋要捉住主所應許嘅永生。基督應許我哋嘅就係永生嘅生命。Okay? 所以呢個係一個事實。第三，我哋要生活在其中，執念永生，目標永生，活在永生之中，係三步一跳嘅一躍嘅呢一個運動嘅程序。最後個跳過去一躍就係信心嘅跳躍。OK 啊？約翰福音咁講，我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去。上帝俾我哋永生啊！好多時候我哋覺得永生係點樣啊？好多人講到有永生啊，幾可有永生啊？咁永生係點樣㗎？啊，天堂好靚啊，天堂白白色㗎啦，黃金街啊，碧玉城啊，咁有個人問一個問題，我上到天堂之後會唔會睇到我老婆咧？咁如果我老婆都信耶穌嘅，咁我睇到個老婆咪好慘？我呢幾十年同佢喺埋一齊已經受盡罪㗎啦，成日同我鬧交嘈交，即係日嘈日嘈日嘈夜嘈都係嘈所以忽然間我上到天堂之後咧我仲睇到佢，咁我咪好凄涼。我哋唔得用我哋嘅思想去睇永生，呢個係今生，呢個今生同永生係兩件事嚟嘅，唔同一個世界，唔同一個環境，唔同一個物質同埋非物質嘅世界，正物質嘅世界同反物質嘅世界唔一樣嘅，所以最後係一種三步一跳嘅跳躍，信心嘅跳躍就係最後嘅。我哋在離開呢個世界時，好似一個跳躍咁樣，飛咗出去啦。飛咗出去之後，邊個會揸住你啊？你有冇信心？你在飛出去嗰一刻，你想做啲乜嘢咧？想 say hello 唔夠時間，想撲下又唔飛得起，咁點啊？放鬆咯，由上帝嚟抱住我哋。呢個信心嘅跳躍係在我哋嘅生命在一刻入邊體現出嚟嘅。第一，執念永生，喺約翰福音耶穌講話：你哋查考聖經，因為你們以為其中有永生。但係呢個經咧，正是為我作見證。所以聖經睇聖經追求係咩咧？想知道有永生，原來個個都執念有永生，希望有永生。第二，目標永生。唔係講我哋已經得着，已經完全了。我有保羅講過，只有一件事就係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住標杆直跑。最後要得到咩？上帝在上面，耶穌從上面召我嚟得的獎賞。呢個獎賞係咩啊？你有冇攞過獎賞啊？喺地上啊？又我哋參加一個會議好高興，我得咗一個獎。個獎咧攞住一個好靚嘅石嗰啲石叻唔係叻叫石盤靚，寫住好靚嘅字，刻咗靚嘅字，我就真係好奇。依家咧我諗住咧，唔知我唔好掉咗佢咧，因為佢係你我標多嚟嘅喎，係嘛？咁你劈咗佢嘅時候有啲於心不忍啦。人哋整到咁靚俾你，個盒又咁靚，嗰個盤又咁靚，嗰個座又咁靚，然後你依家想點咧？攞嚟食飯又唔啱嘅，咁唔食得嘢又唔用得個擺字喎，想掉咗佢，你唔掉都唔得啦。我如果有一日唔離開世界，人哋都幫我掉噶啦，係咪？邊個唔會掉咧？係咪？邊個會收住我啲嘢咧？係咪？所以我哋嘅獎賞唔係短暫，我哋獎賞係永恆嘅。第三，活在永生當中。約翰咁講，論到你哋，務要從那起初所聽見的常存在心裏，
若將從起初所聽見存在心裏，你哋就會住在子裏邊，也會住在父裏邊。Okay? 所以約翰第二書咁講，也必與我們同在，直到永遠，住在父裏邊，住在真理裏邊。我哋活在生命當中，永生當中，係活在神嘅話語當中，係活在神嘅真理當中，係活在神嘅生命嘅當中。所以如何活在永生當中呢？凡活在信我的人永遠不死。所以你信這話嗎？耶穌就為我哋提供咗一個好重要嘅方法，你要信，你信，用信心過永生嘅生活，用信心過永生嘅生活。羅馬書咁講，上帝嘅義正在福音上顯現出嚟，這義是本於信，以之以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得生。呢位姊妹叫做蘇恩佩姊妹，佢係一位好偉大嘅姊妹，佢生命因為癌症嘅緣故，經過好多次治療失敗之後，就離開咗世界。佢係我好早期、好細個嘅時候就聽過佢嘅見證，因為佢好偉大。佢在當時香港、台灣、南洋呢啲地方，幫助年輕人重新委身入社會入邊，唔好走去嗰啲先進國家而忘記自己個國家，而好好地去建立呢個信仰嘅生活，在呢啲地方。所以佢創立咗呢個突破嘅呢個週刊呢個刊物。呢個係創刊號啊！佢嗰處寫，他在極度嘅痛苦中，他仍然認定自己嘅生命只有祝福，沒有咒詛。他禱告主在復活節嘅時候接他回天家，主真的回應了他的禱告，在復活節的那一天接走了他。佢係一個悲天憐人的香港奇女子，死亡別狂傲係佢寫嘅一本書。余達心係香港一個知名嘅有份量嘅神學家啊。余達心先生講：對你嚟講，生命是一個獻祭，因此你以誠、以敬、以嚴肅的踏上每一步，你不甘淡薄、膚淺、妥協地生活，你要求每一個時刻，整個人投入去體認和承擔生命對你嘅要求。並在每一刻把握和欣賞生命嘅美，對照去個生命，我哋真係得個學字，要學去好好嘅見證。李淑傑佢個同工咁講：我明白你，凡是美的、令人心切的音樂和藝術，你都會快樂得整個人投入。你裏頭根本是一個熱情奔放、豪愛生命嘅女孩。何時為了愛，為了委身基督，你寧願選擇囚禁，選擇那條痛苦、犧牲個人幸福嘅路？佢一生人就係投入去改變呢個社會同埋教會。龍江牧師咁講：恩佩，你身體雖然軟弱，生命卻比更多健康嘅人剛強。你聲量雖然微弱，但你嘅信息卻如此堅定有力。你嘅生命雖然短促，但你所開展的前景卻是如此的深邃。呢個在另一位叫做何聖華師母，恩佩離世其實是件美得無比的事。我可以閉目想像，在那金光燦爛的彼岸，在萬千天使歡迎嘅呼聲當中，恩佩脱下去個病痛、痛苦和重擔，笑住跳住，以極大嘅興奮和喜樂投入天父嘅懷抱。恩佩，天家再見！由於你嘅死亡，我深切體會到息勞歸主嘅甘甜和真義。呢個係佢個一位當時嘅同工。最後呢，我哋從蘇恩佩姊妹嘅身上
學習我哋對生命嘅態度。我哋又知道我哋活在呢個世界上係冇其他出路嘅，因為我哋係一個相爭嘅世界，任何嘢在呢個世界都會退化，會衰敗。因此我哋要有一個力量，就係主俾我哋嘅力量，去過永生相減嘅生活。首先我哋要熱愛自己嘅生命，無論任何時候不願放棄。我哋唔係怕死，反而我哋係唔怕死。但係我哋唔怕死嘅態度，係表明我哋尊重生命同埋在乎生命。嚟到上帝嘅面前，我哋可以對主講：我哋盡力咗啦，我已經盡力啦。我為我嘅生命已經跑完我一生嘅道路，好辛苦、好艱難都要跑落去，直到最後我嚟到見你。我向住永恆直跑，我在上帝面前有所交代。最後，讓我哋熱愛生命，享受任何環境中嘅美好，係因為耶穌基督嘅恩典。今天、明天如何，我哋嘅態度係點樣，都係帶領我哋去進入到信心嘅3級跳，最後嘅一跳回到天父那裡去，除去原罪傷，不再有任何嘅死亡。永生嘅上帝與我哋同在，直到永遠。我哋嚟祈禱。天父，感謝你，直到今日嘅